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3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新能源汽車行業。好久咱們沒聊新能源汽車了，那今天聊一聊為什麼？因為比亞迪、小米紛紛發布了自己2025年的年報，咱們根據這個年報來聊一聊新能源汽車行業。當然了，這個年報一出，也有很多媒體已經對比亞迪、小米汽車都紛紛做了一些深入的報道，比如說財新網。它也有一篇報道叫比亞迪2025年增收不增利，壓縮提煉支付規模。提煉大家都知道吧，壓縮提煉支付規模，那實際上就是它把它体外那种融資是不是就少了，对吧？对现金流的压力就大了。当然这是比较简单直观的一个说法。还有你比如说新加坡联合早报，它刊登一篇文章叫比亞迪市值蒸發600億美元，顯示中國電動車行業動盪加劇。還有彭博社一篇報道叫小米面臨雙重打擊，盈利前景降溫。新加坡聯合早報還有一篇文章叫淨利潤首次下滑，比亞迪在走下坡路。大家也知道，無論是比亞迪還是小米，在中國的新能源汽車行業裡面都是值得說到的，都是很有代表性的。那麼為什麼他們的這個年報一出，很多媒體和機構都表示了一些擔憂？實際上，按照比亞迪的這個老闆王傳福的說法，比亞迪公司董事長王傳福在年報中指出，新能源汽車產業競爭已經白熱化，正在經歷殘酷的淘汰賽。比亞迪、小米折射的量增利減，也就是賣的多了，但是利潤卻在下滑。以後會出現什麼？就極端情況，就是賣的越多，虧的越多。但是你不賣還不行，就跟房地產行業一樣。你說那會是什麼一個景象？健康嗎？就是不賣還不行，越賣越虧，惡性循環。2020年3月27日晚，比亞迪發布2025年全年業績，營收8040億元，同比增長3.5%，就營收還增長了3.5%。規模淨利潤326億元，同比下降19%，就是營收增長4%不到，但是利潤卻下降將近20%，真是增收不增利。這是公司4年來首次年度淨利下滑，降幅遠超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分析師平均預期的12%。也就是說，這個很多分析師預計比亞迪2025年業績利潤是下滑12%。你知道你們競爭激烈，內卷加劇，那利潤肯定要下降，但是沒想到你降這麼多，降了19%，超出7個點，而這個營收的增速創6年新低。當然不光是比亞迪，與此同時，小米汽車業務面臨存儲芯片價格飆升與電動車銷量走弱的雙重打擊。小米股價較去年9月高點已下跌44%。有很多買小米股票的，現在恐怕也是很酸爽。做空者賬面浮盈約18億美元。這兩家曾被視為中國新能源汽車出海先鋒與黑馬的企業，同時出現盈利承壓，標誌着行業從高歌猛進轉向殘酷的淘汰賽。而中國基金報指出，說比亞迪去年2項核心業務的毛利率都下滑，其中佔營收高達80%的汽車及汽車相關產品業務的毛利率同比下降1.82個百分點至20.5%。現實很殘酷。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數據顯示，2025年新能源汽車銷量是1649萬輛，同比增長28%，但行業整體銷售利潤率降低至4.1%，創2015年的新低。整個行業你車子是賣多了，增長了28%，但是毛利率利潤率還只有4.1%。摩根大通在2025年2月研報中直言，中國汽車行業正進入周期性調整階段，低端產能出清速度將進一步加快，行業分化格局將持續凸顯。這個麥格里、摩根士坦利、花旗等機構紛紛發出類似預警。新能源汽車行業價格戰白熱化，補貼退坡，原材料成本上漲，地緣政治風險疊加，正將行業推向結構性分化與洗牌。頭部企業如比亞迪
憑借規模與技術護城河尚能硬扛，而小米等新勢力則面臨更劇烈的盈利考驗，而大量中小玩家已陷入虧損或退出邊緣。以比亞迪為例，比亞迪量增利減，規模龍頭難逃利潤滑坡。比亞迪2025年業績是行業內卷的最直接縮影。公司全年銷售汽車460萬輛，蟬聯國內車企總銷量榜首，這是當之無愧的一哥。但同比增速僅 7.73%， 遠低於2022年到2024年的 152%， 也就是增長乏力了。比亞迪這樣的新能源汽車的一哥2025年就是漲不動了已經。要不然長城魏建軍他就說，新能源汽车行業的恒大已經出现了，大家自己去細細品吧。反正一說新能源汽車行業的恒大一出现，別的企業都不以為然。反正不是說我，比亞迪那個公關負責人是吧，跳出來回應，自己就領了，說這個說的就是我。營收增長 3.5%， 但淨利潤下滑 19%， 毛利率下降 1.7個百分點至 17.7%。汽車及相關產品業務毛利率 20.5%， 同比下降 1.82個百分點。這個是整個2025年，但是你2025年不是4個季度嗎？1、2、3、4嗎？第4季度那就更慘。第4季度净利同比大跌 38%， 從1季度下降到2季度，降到3季度，降到4季度，4季度更是大跌 38%。這個曲線大家在腦子裡就有了，那就是一個斷崖式下跌。所以說有理由相信2026年這些新能源車企將面臨一個什麼樣的日子。這個王傳福在年報中坦言，新能源汽車產業競爭已經白熱化，正在經歷殘酷的淘汰賽。比亞迪在財報中承認，車市新老產品交替加快，市場博弈異常激烈，價格競爭加劇，過度營銷頻發，導致產業盈利空間受到擠壓。具體的，比亞迪量增利減有3個直接原因。第一個是價格戰輕視毛利，為守住市場份額，比亞迪在2025年多次參與終端降價，單車平均售價下滑明顯。全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誼會秘書長崔東樹測算，2025年國內汽車行業銷售利潤率 4.1%， 比亞迪作為頭部企業也未能幸免。第二個是研發與出海高投入，你研發這個要投入錢呢，不投錢是吧？那你怎麼有核心的競爭力呢？2025年研發投入634億元，同比增長 17%。相當於同期淨利潤的 1.94 倍。公司加速天神之眼高階智駕第2代刀片電池閃充技術布局，同時在泰國、巴西、匈牙利等地建廠，本地化生產成本高企，出口量突破100萬輛，但海外毛利低於國內，短期形成增收不增利。就大家想象一下，在國內就卷成這樣，在國內賣車居然比在海外賣車還賺錢，毛利率還高。實際上大家想象一下也能理解，你在匈牙利建厂，那工人工資是多高，你这給人家付歐元，对不对？那咱們那拧螺絲的這個流水線工人給他8000就是非常高了，7000吧，玩命加班。那你這7000你在人民幣，你在匈牙利可租不到這樣的牛馬和韭菜，這個也不是咱們瞎說，對不对？大家還記得去年就連巴西，對不对？咱們印象中巴西離咱們那差遠了，對不对？結果咱們的建築工人在巴西比亞迪那個工地被形容為奴工奴隸，就他們的待遇在國内還都算好的，結果在巴西人家說他是奴隸，完了之後把他們解救出来。就這些新聞是吧，你就能勾勒出海也不是什麼，你在海外成本可能更高，國內的牛馬便宜還熟練，對不对？效率還高。所以新能源汽車出海有出海的好處，就是關稅的这種壁壘稍微好一點，但是成本就高起。所以你看這個報道說，海外毛利率低於國內，短期形成增收不增利。那第3個問題主要是國內需求趨緩。2026年1到2月，比亞迪全球銷量同比下降 36%至 40.02 萬輛，被吉利反超。花旗銀行預計，比亞迪中國市場汽車業務1季度已出現虧損，
核心盈利更加依賴出口。你说比亚迪国内不行了，要虧损了，现在只能赌这个出口这塊。它这個出口不是叫出海，出口是在國內生產往國外賣，出海是在國外設廠，就在國外生產國外賣。麥格里分析師指出，比亞迪專注於技術升級，而非單純價格博弈策略，長期有利，但短期內高額研發與出海投入仍會壓縮利潤空間。彭博社評論說，比亞迪市值自2025年5月以來已蒸發600億美元。投資者正對中國電動汽車行業進行重估，就是資本市場在重新評估中國的新能源汽車行業。那第二個，小米汽車叫雙重打擊，新勢力盈利前景急劇降溫。小米汽車是另一面鏡子。2025年小米電動車曾因蘇七爆火，但2020年開局即遭遇雙重打擊。彭博社3月13日報道，小米股價較去年9月高點下跌 44%， 做空者賬面浮盈18億美元。那小米的壓力來自哪裡呢？主要兩個，第一個是存儲芯片與原材料成本飆升， AI 需求爆發導致車規級 DDR5 內存還有閃存價格大幅上漲，但是最近好像價格都降了，內存閃存。小米約 60% 的手機銷量來自於150美元以下低端機型，電動車零部件同樣高度依賴進口芯片。傑弗瑞數據顯示，小米芯片短缺導致交付週期延長，單車新增成本可能達到1000美元以上。第二個是電動車銷量走弱，小米2月交付量降至2萬多輛，1月份是將近4萬輛。激烈競爭與大幅降價已衝擊多個消費領域。法國資產管理公司艾德蒙德洛希爾基金經理袁斌直言說，小米不再被視為明顯的出類拔萃者，市場此前賦予的估值溢價自然被壓縮。小米在二級市場股價承壓，大家還記得吧？好像去年還是什麼時候，雷軍短暫的享受了一把首富的這種感覺，好像就堅持了半小時，為啥那個股價創了新高就下來了？從那開始，好像小米的股價就一直走下坡路。小米3月24日公布季度業績，彭博匯總數據顯示，淨利潤預計比同比下滑 23%， 銷售增速放緩至 7.5%， 為2年多來的最低。也就是說，不管是小米還是比亞迪，它那就是漲不動了，已經增速在下滑，高歌猛進的日子戛然而止。小米做空比例已升至自由流通股的 7.5%， 在恆生科技指數成分股中居前。高盛去年11月將小米列為共識做空標的。百達資產管理高級投資經理潘建輝表示，小米正面臨多重逆風，存儲芯片緊缺對智能手機與物聯網業務構成壓力，電動車競爭格局惡化，新車型已不再能保證訂單排滿。他發布會一發布1個小時就10幾萬輛，那怎麼新車型還不能保證訂單排滿呢？小米這個互聯網營銷這一套玩的爐火純青，但是成也是互聯網營銷，敗也是互聯網營銷。現在顯然小米是遭到互聯網營銷的反噬，搞這種飢餓營銷，有很多人去這個就是發布會的時候去搶購交定金，很多都是車販子、二道販子，做二手車的黃牛，他們賭什麼呢？賭小米就飢餓營銷成功，很多人米粉要去買你又買不到，那怎麼辦？這有，我加價5000賣給你，或者把這個號給他，就形成一個黃牛市場。蘋果手機一上市，黃牛就出現了。你想搶先體驗蘋果，你想對吧？第一時間拿到蘋果最新機型，那你就得加500、加1000、加2000，這就是。但是隨着現在大家口袋越來越淺，錢包越來越癟，大家已經不能容忍這種了，也不願意加價。再加上這個行業的競爭激烈，你搞保時捷，我也搞保時捷，反正大家長得是差不多，你加速快，我加速也快，都能趕上。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你沒有核心競爭，你不像蘋果人家有核心競爭力，那你不買沒地方買，只有蘋果這一家。但是你這個新能源汽車就不一樣了，那就別人也可以玩，
所以說这種互聯網飢餓營銷，它就在這兒就不行了。但這些車販子掙不到錢，反而賠錢。這些某款新能源汽車一上市，它就價格往下掉，車販子不賺錢，被套，所以他就不玩這種飢餓營銷了，他就不去哄抬這個叫什麼稀缺性。另外一個就是你的關注度越高，比如小米汽車，關注度越高，越上熱搜，同時它也有負面的，也就是被流量反噬。所以这媒體就這樣，你小米有流量，那大家就報道小米。所以這個大街上到處都是小米汽車，不是裝了綠化帶就是裝電線桿，要麼就撞別人的車，全部是的。你自帶流量，你不是話題，對不對？所以這就是叫反噬，這就造成了什麼叫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這個是關於互聯網營銷。我們再看看，也不是所有的車企都搞互聯網營銷，這是個別的。但是不搞互聯網營銷的日子也不好過。比亞迪與小米的困境並非個案，而是整個新能源汽車行業內卷加劇的縮影。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5年汽車行業利潤率只有 4.1%， 低於製造業平均水平約 5%。中汽協數據顯示，2025年新能源汽車銷量1649萬輛，同比增長 28%， 但行業整體量增利減特徵明顯。摩根大通在2025年2月研報中警告，中國汽車行業正進入周期性調整階段，低端產能出清速度將進一步加快。具體表現為：一個是需求透支與政策退坡，2024年到2025年購置稅優惠等刺激提前透支需求。2026年補貼收縮，10萬元以下低端車型銷量同比下滑超 20%。第二個就是產能過剩，國內汽車產能總量是4000萬輛，利用率是 73%， 燃油車產能閒置超800萬輛，價格戰惡化，終端降價幅度普遍 15% 到 20%， 疊加鋰價、銅鋁、芯片成本上漲，單車成本增加1000到3000元。中信里昂中國工業研究聯席主管馮曉指出，投資者情緒極度悲觀，更深層擔憂是2026年可能出現大規模盈利下調，對本土車企長期盈利能力提出質疑。摩根士丹利則認為，多數本土車企一季度銷量較四季度下滑 40%， 本來四季度銷量就下滑了，一季度比四季度還要下滑 40%， 這日子還有得過嗎？過兩天這個數據就出来了，2020年一季度新能源汽車到底賣了多少輛？彭博社報道，比亞迪、吉利、小鵬等頭部企業雖仍在擴張，但中小玩家虧損面已擴至 40% 以上。長三角地區監測顯示，半年內多家中小燃油車零部件企業退出市場，訂單同比下滑超 50%。各大機構一致預警，新能源汽車淘汰賽已全面開啟。多家國際機構對2026年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判斷是高度一致。首先，摩根大通他認為叫結構性分化加速，低端產能出清，出口與技術優勢企業將逆勢突圍，但整體利潤率將繼續承壓。麥格里認為，聚焦技術升級比單純的價格博弈更有利於提升競爭力。海外銷售與本土化是關鍵引擎。花旗認為，比亞迪等頭部企業中國市場業務一季度可能會出現虧損，核心盈利依賴出口。彭博社認為，投資者對電動車增長放緩已有準備，但需求下滑速度仍超出了預期，原材料成本上漲進一步壓縮利潤。中汽協認為，2026年國內乘用車零售銷量將於2025年持平，出口保持 10% 以上的增長，新能源汽車增速約 10%， 但反內卷政策已從倡議轉向制度化監管。而路透社3月報道也指出，大城市季節性回暖，就是所謂的小陽春吶，難以掩蓋整體脆弱性，就業疲軟、高庫存、流動性緊張，地緣政治衝突升級均增加了不確定性。也就是說，國際這些大的機構對咱們
新能源汽車行業的預警看法基本一致。当然了，摩根大通也说，他说不是全链崩溃，而是結構性分化。头部的这些供应商还有车企訂单强劲，而中小燃油车零部件企業加速出清，几家欢喜幾家愁吧，就這麼個情況。面對淘汰賽，企業的出路在於三大維度。第一個是技術突圍，比亞迪的天神之眼刀片電池，小米 AI 芯片國產替代，固態電池能量密度突破350。麥格里認為技術溢價是擺脫價格戰的關鍵。出口與本土化，比亞迪2026年出口目標150萬輛，奇瑞、吉利也在巴西、泰國建廠，供應鏈借船出海，成為對沖內需疲軟的重要路徑。政策引導8部門穩增長政策以舊換新，延續至2027年。中汽協反內卷，監管將推動公平競爭。供應鏈企業需要出海轉型抱大腿，綁定頭部車企，聚焦高附加值賽道，提前布局國產芯片替代。那麼這個2026年淘汰賽中誰能活到最後？比亞迪淨利潤首次下滑，小米面臨雙重打擊，只是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進入殘酷淘汰賽的冰山一角。摩根大通、麥格里等機構預警達成共識，2026年將是分化洗牌之年，低端產能加速出清，頭部企業憑借技術規模與全球化護城河有望穿越週期，而大量中小玩家將面臨生存危機。正如王傳福所言，行業正在經歷殘酷的淘汰賽，這不僅是利潤表的調整，更是發展模式的轉型，從規模與價格驅動轉向技術與效率驅動。對投資者、企業和供應鏈而言，認清這一趨勢，提前布局，方能在寒冬中找到暖流。我們聊的更多的是牛馬和韭菜。那麼2026年新能源汽車寒冬，這個內卷加劇，這是王傳福自己說的淘汰賽。那首先別的企業不說了，要淘汰的企業，這些牛馬怎麼辦？都得下崗，企業破產，對吧？無論你是在這個新能源汽車行業裡面是生產線上擰螺絲的，還是坐辦公室的，還是搞研發的，統統失去工作崗位，這就是現實啊，這叫淘汰賽啊。所以說很多車企被淘汰，加速出清。那好了，那沒有被淘汰的車企內部，你比如說比亞迪一樣的內卷加劇，就是要裁員。實際上比亞迪2025年根據它的年報，2025年比亞迪的員工減少了 9.93 萬，也就是將近10萬人。它這10萬人的減少不是裁的，是自然流失，就是說辭職了，它不再增加，它招的少。比如說還有合同到期不續，你簽了3年合同到期不續了，你就走人了。临時工到期走人，末位淘汰走人。好，当然了，每個企業都一樣，有走有進的，有出有進。他出的多，对不對？出3個，他只進了1個，這樣1年下來，他的規模就精簡了，他就少了10萬人，就通過企業就通過這個方式壓縮規模。也就是說，即便這個沒有被淘汰的車企，人家也在縮編，在減員，末位淘汰，所以這個牛馬日子也不好過。再加上這是第一個，人員要縮小，第二個工資獎金要打折扣，所以最近傳出比亞迪在降薪是吧？有的部門降薪30%，當然各個部門不一樣，在降薪，這是必然的，因為這個行業的內卷加劇，毛利率只有 4.1%，賣一輛10萬的車只賺4000塊錢呢。你想這4000塊錢，你要出點什麼銀行利息亂七八糟的稅，你還有什麼利潤呢？你想想比亞迪很多車都是不就是10萬8萬的嗎？賣一輛10萬的車就賺4000塊，所以說對這些一部分就出清了的企業，那就是下崗，那就是都失業。即便活着的企業，那就要減員增效，要麼就是把你擠兑走，要麼就是降薪，那沒有辦法，要不然什麼叫內卷？所以從行業角度來說，新能源這個行業26年必然是血雨腥風，內卷加劇，壓力重重影響。那反映到這個牛馬身上，那就是工作不保，要麼失業，要麼降薪。這個伯恩斯坦研究
指出，利潤率較弱的大眾市場品牌如小鵬、理想汽車和蔚來，則面臨風險更高。另外，我們再看看比亞迪的這個提煉行業內外曾對比亞迪的供應商占期策略颇有微詞，這個是財新網說的。過去數年，比亞迪規模急速擴張，負債率同步上升。對比亞迪而言，拉長對供應商的付款賬期，可以降低有息負債比例，緩解擴張過程中資金成本壓力。截至2025年末，比亞迪應付票據、應付賬款和其他應付款項3項無息負債合計3287億元，占公司總負債比重53%，同比下降近14個百分點。比亞迪資產負債率由2024年末的75%降至71%。值得一提的是，比亞迪應付票據規模由2025年3季度末的22.2億元急劇膨脹至年末的225億元。應付票據規模在應付賬款和其他应付款和应付票据規模之和中的比重由0.6% 上升至6.83%，就是涨了10倍。按下葫蘆起了瓢，应付票据多了200多億。截至2025年末，比亞迪应付票据中，商業承兑匯票和銀行承兑匯票規模分別為104億元和121億元，分別約是截至同年上半年末水準的12倍和19倍。這說明什麼問題？實際上就說明為了響應賬期承諾，這個就是60天賬期啊什麼的，對支付方式的相關倡議，比亞迪正部分以票據替代所謂的提煉，就過去不叫提煉嗎？現在只好用那承兑匯票和銀行的這些票據來替代提煉，替代的越多，實際上就是比亞迪的資金成本越高。因為提煉對比亞迪來說應該是無成本，我欠你的錢，我4個月以後還，我還給你還利息嗎？我應付賬款，我本來我應該付你1個億，我3個月以後付你1個億還是1個億，不會給你付利息。但是這個票據就不好說了。總之，關於應付賬款，關於提煉這個，對比亞迪那也是很有壓力的。當然了，比亞迪它2025年它的資產負債率還下降了幾個點，這個也值得關注。下降了總比資產負債率漲要好。它本来是70幾，对不对？现在只有71%了。所以總體上，新能源汽車行業2026年要準備過苦日子，這個苦日子比2025年還要苦，這個沒有什麼好懷疑的，大家做好準備吧。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